大家好，今堂就係第五堂教大家 C 加加啦。咁呢一堂咧就會教翻基礎嘅呢個變數嘅運用啦。咁由最基本開始，咁我哋首先宣告咗兩個整數先，兩個整數嘅變數啦，分別係 A 同埋 B 嘅。咁然之後 A 嘅值咧就俾佢20啦，B 嘅值咧就俾佢15啦。好，咁講到最基本嘅運用，咁就整數嚟講咧，或者小數咧，最基本就係四則運算加減乘除。咁我哋會用翻呢個輸出啦。好，用翻我哋上一堂用到嘅輸出一個變數啦。好，咁20啦，輸出個20啦，然之後換行啦，冇問題。咁好簡單嘅啫，四則運算就係加 B，A 加 B。好簡單啦，咁呢個係一個運算式啦，咁佢會回傳翻個數字出嚟啦，咁然之後再執行呢個程式碼嘅，係啦。咁四則運算就要複製4個啦，分別係加減乘除啦。好，咁我哋再執行一次先。好，咁冇問題啦，就係 A 啦加 B 咧差5啦，A 加 B 咧就係 A 減 B 咧就係5啦，咁 A 乘 B 咧差8咧。A 除 B，咁你可能發現一樣嘢就係20除25，答案唔係1喎。咁點解會冇咗個小數點咧？個原因好簡單嘅。咁你見到啦，呢度係整數嚟噶嘛，咁佢本身佢呢兩個都係一個整數啦，咁佢兩個除出嚟咧都會一定係整數嚟嘅，除非佢有一方咧係一個小數點啦，就係一個小數嘅形態啦。咁要解決呢個問題，即係要顯示翻個小數點，好簡單嘅啫。咁有一個方法就係將兩個變數同時間，佢本身宣告嗰陣時咧，佢都係一個小數嚟嘅。咁佢最後輸出回傳出嚟咧，都會係個小數嚟嘅。咁見到啦，就係一個小數啦。咁另一個方法咧，就係佢本身一個整數啦。咁你喺用到呢一行嘅時候，先需要用到佢嘅小數點，係咪？咁我哋就會將佢強制轉型。咁首先啦，喺變數嘅前邊啦，加個開括號同埋刪括號啦，再喺一邊打翻你想轉嘅形態啦。咁然之後再執翻一次俾大家睇啦。咁你見到啦，我依家 A、B 都係一個整數啦，但係去到呢一行嘅時候，我哋暫時咧將 A 咧變咗做呢個小數嘅。好，咁講完小數啦，咁程式世界入邊咧，仲有一樣嘢叫餘數嘅。咁餘數係乜嘢咧？就係你平時20除以15，咁如果假設你係要取得佢餘數咧，就係5嘅。咁其實同樣都好簡單嘅啫，就係 A percent B 嘅啫，然之後再換行啦。好，咁見到啦，就係5啦，20除以15咧，個餘數就係5嘅。好，咁整數講完啦，咁其實小數咧係同樣嘅啫，都係做一啲加減乘除啦。但係記住，加減乘除係如果係小數嘅話咧，佢係冇餘數呢樣嘢嘅，佢係唔俾用嘅，係用唔到嘅呢個嘅運算呢個符號。好，咁講完數字啦，咁就講文字。文字可以做一啲咩嘅處理咧？首先我哋選到3個嘅字串啦，咁分別俾佢一啲值啦。咁我哋首先就係俾呢兩個值，就係第一個字串係 ABC 啦，第二個字串係1、2、3咁樣嘅。咁我哋做翻個輸出先啦。好，顯示翻出嚟先。好啦，咁見到啦，輸出咗第一行啦，去到呢一行咧，就輸出咗 ABC 啦，換行啦，再輸出呢個1、2、3啦，然之後再換行嘅。好，咁好簡單嘅啫。咁字串有咩可以做處理咧？咁好簡單，就係將兩個字串加埋一齊，即係由呢個 ABC 啦同埋1、2、3咧組成嘅一個字串嚟嘅，就係可能會放喺第三個字串啦，咁樣嘅。咁我哋要做到呢個效果好簡單嘅啫。咁可以一開頭直接啦，就係第三個字串啦，等於第一個字串啦，加第二個字串嘅。咁佢呢一行咧就會將 ABC 加埋1、2、3咧變成一個字串啦，然之後再回傳翻俾佢嘅，就回傳翻呢一個嘅去到呢一個指定翻俾呢個嘅第三個字串啦。
咁然之後我哋輸出第三個字串啦。好啦，咁見到啦，就係 ABC 啦、A3啦，冇問題啦兩個。咁然之後最後係輸出一個 ABC 啦、A3啦，將呢個兩個字串接埋一齊，之後再駁埋一齊，再做換行嘅。咁如果假設你唔想係暫時存放一個字串，然之後但係你想實現到就係 ABC 1、2、3接埋一齊啦，即係駁埋一齊，好簡單啫。一樣都係輸出啦，str1 加 str2。咁呢個係另一種直接將運算式放喺度啦。咁見到啦，效果一樣嘅。咁仲有一個方法嘅，就係先輸出第一個字串啦 ABC 啦，唔進行換行，再輸出1、2、3啦。咁再先即係輸出晒兩個字串咧，先攞嚟進行換行咧。咁個效果都可以做到咁樣嘅，就係咁樣啦。好，咁今堂就教住咁多先，咁我哋下一堂再見啦，拜拜。